台南市议员蔡小伟长期关心教育的议题，结合康芳镇主神爱心协会，推出东区绿色学童的奖助学金计划，一档大约颁发30万的奖助金，予东区13间国中小的绿色学童。今年更加扩大范围，加入中西区家己的母校、进学国小，希望鼓励家境清寒的学童认真来读书。非常感谢我们康黄金慈善会由康理事长所发起，集结大家的力量我们在即将开学之际呢，针对我们东区的国中小，还有特别在中西区的金学国小呢，我们来发放的给学生的奖助学金呢，特别在国小的部分是针对90分以上的学生，以及我们国中的部分另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康理事长。在校地奖的奉献是希望说鼓励我们的学子，除了在成绩优异之外，他还有品性的一个品德的一个照养，也希望说我们的理事长的这个集结大家的爱心呢，除了可以鼓励我们的学子在用心读书之外，还可以照顾到家庭里面，甚至是培养自己的品德教育。然后，所以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康王金理事长来带领我们所有的团队一起回馈于我们学员。除了成绩优异的奖助学金，另外协会还佫设有校体奖。只要符合低收入户或者是中低收入户的绿色组合标准，无限成绩，由伫学校来提报，每校上侪3名。国中的校体奖每人1500块，国小1000块。对今日起由学校统一收件提出申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